第5篇，小破壞多成全。馬太福音5章17節：不要以為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，我來不是要廢掉，而是要成全。廢掉同成全係兩個對立嘅動詞，前者係拆毀，後者係建造，係建造喺原來嘅事工上，使佢變得更美更好。但係並唔係所有嘅拆毀都必定唔好，有啲時候與其修修補補，不如重新開始，反而係更適切。舉例，如果喺身體內出現咗惡性腫瘤，切除肯定係更好嘅。不過喺大部分嘅情況，當人生遇到不如意事嘅時候，並唔係需要推倒佢，重新開始。相反，係用更多嘅時間嚟看顧佢、栽培佢，喺佢迷失方向時引導佢，喺佢所缺乏嘅資源上補足佢。咁好快嘅，佢就會從經驗中成長，而你就係一個成全者。喺馬太福音5章17節，當耶穌話唔好以為我嚟係要廢掉律法同先知，我嚟唔係要廢掉，而係要成全。佢嘅意思係指新約與舊約聖經嘅關係，並唔係廢掉，而係成全。而耶穌基督本人就係一位成全者。朋友，你也希望成為一位成全者嘛？